由大門呢一推大門入嚟咧，就首先洗手間。咁呢個479尺兩房奧雲峰嘅買賣咧，洗手間相當之寬敞啊，名次設計使用嘅痕跡咧都係相當企理。跟住經過呢個門關位入翻去咧，就見到廚房嘅位置啦。廚房咧係差唔多係原裝嘅設計啦，但係裝修咧有少少改動過嘅。部分電器咧都可能要添置翻。咁但係使用過嘅痕跡咧相當企理，連接住16尺嘅工作平台，呢個位置嚟講可以擺一啲地拖收納。咁跟住咧兩邊嘅廚櫃啦相當好用。咁行翻出嚟廚房呢個位置去出望就係大廳客飯廳啦。咁呢邊咧就可以擺餐台啦，呢邊可以擺梳化、電視機。咁另外呢邊兩間房冇浪費到房間嘅走廊啊！我哋首先睇下主人房先啦。主人房咧見到個單位四四方方。咁望翻個景觀咧，大家見到其實相當開揚嘅，高過晒前面嘅樓，望住獅子山萬家燈火在眼前嘅。窗台咧唔計入實用嘅額外送嘅。房間咧四四方方，做完衣櫃擺完雙人床都冇問題。由主人房行翻出嚟咧，我哋可以望翻個廳之餘，再睇翻客房。客房咧只係有呢一個位置有少少窄角位嘅啫，但係都相當好用，因為呢邊擺完床或者咁樣擺床之後咧。門後邊呢個位置嚟講咧，我哋多數見到咧就建議擺書台啦，或者一立嘅衣櫃客房嘅景觀嚟講咧，都係望翻市景為主啦。新嘅冷氣機都換咗嘅。跟住咧再行翻出嚟22尺嘅露台啦，連接住。22尺嘅露台咧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望翻出去咧，都係以獅子山為主啦，景觀。呢邊咧有條橋咧，去連接住翻地鐵站嘅，嚟緊今年咧應該會開通啦。過去地鐵站就唔需要再經過馬路啦。望翻出去景觀嚟講咧，係光猛開揚嘅。再行翻出去大廳，冇開燈嘅情況之下，光線係好充足嘅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奧雲峰兩房479尺嘅買賣有興趣，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志託代理，扎根區內20載，奧雲峰流花到而家。必然係專家，多謝晒大家。